这句好看的话呢，我真看得出神意。这女将的陵园谁不知过奖好啊？他也算得上是个中原名望。是啊，里面奇花异树，飞禽走兽，应有情语。我在京中澄清神色，夫人多比韦知府能过水务，其意出众，今日能否一报而复？是啊，上韦知府唱着歌听听吧。并看中奴婢身子不上用，给着这唱。好事好事，给着这唱也好，给着这唱也好，反正相公我要在这里仔细设置。今儿有的是几位嘛？有的是几位？新姑爷初次到此，再请姑母带新姑爷到园中三处走走吧。此次都让我们去玩了。等下，你带台主到园中晚上去吧。是，台主请。七郎们，公主对台主在此，你们要小心行事，严加帮忙，不可有误。是。师父，皇上给谁让事，你练得这么严厉？皇上这些事行政一切，谁去过人？他在廊上看各位用词，也十分好听。难为你4次动事，先来我看是。去风起兮生草王，驸马张进专司马，风骨居心偏书画。各位文中有耳动听，可惜少年生疏，还需多唱多意思。眼下正是养成季节，我已知书皇上要他前来上称，他是家意，当要鼓舞事业，你无需在意准备这事。奴婢证明。来，我再与你讲解讲解。
花撇的，你姐姐是我府中后生，家境呢富上高贵，为夫妇。为何不追夫吗？还要有强而今？府上门亲生言，去人门外，府内只得有强而今。原来是此，这里新闻理当
年将领里虽在身边，也好与中计入门，却操军事真经无疑。看来是皇上班子欠讨，我虽八部府门。谢父。
一股激怒，这是三这样的家境，想的是两他也不管多管。叫上你的话米可想跟我区就来吃。
从
国民将勇，分子兵法，有动而民一起，有心而民一动，有精而引一黑，有态而民一举。此所谓生动即息之举。刘天子杨察应我倒看出些苗头来了。今日平阳公主困中了你，想找你这个妓奴做郎君你，请督军放飞走心，需要追付了公主。咦，你们看，妓奴怕难为情啊，妓奴怕难为情的啊！妓奴想讨公主做老婆，这就叫癞蛤蟆想去踢我牛啊！
尽管委婉恭敬，这次见证宫中英雄作甚，似乎某人查清，还不从实招来。我等是奉了陈王儿之命，才来见证宫作甚的。不知你要做哪后人？就是他。弟子深谙后贼。他去到王家告诉圣旨兵法，不知公主你到此做甚啊？我嘛也是来见证宫作甚的。不知你要做哪后人？就是你。4月中的兵书乃是我家传世之宝，还不快快还我？
来死于平阳，乃是王室之宝，请为其奴所讨，你可以将而暂时。是呀，为卿推到国宝，你给杀来，此书虽是国宝，但却是王姬之本，彼此宝书怎会不是为卿所赐？皇帝这么兵书，原是为姬送给他。此命送给他这儿，你听，这样贵重的兵书，竟然送给了那姬奴，亏他讲得出口哟，真不要脸！这我家的书送给太医等何果？我看你呀，恨不得把自己也送给他。你是个放肆公举，不要他，与我在此，请管他等你将来。是我这言了。
怒目的水与举兵10万，落力上过唐我为马，上我黎明，定怪大军，雄狮此场王牺牲，太守是空生受不可忍。7岁万岁，定官告诫诸子是要命之权，身亡即可弃用为亲，唯一从人同岁3句，10万女的。天子上为亲近亲，满心自为亲近亲，一子。各位群客举国王万岁，亲亲亲，喜悦万岁。司令边关快进报警，告诉鲁国的孙女举兵10万，上上回京。不拘一体，定要击灭此生永子兵啊！此那位初级将军，同山上军兵10万，几个起身是外女的。启奏万岁，为屈不才，出师回京，同山3军空来不中，不管当此众人，到身上领之将。将军不必顾情，身上只能论人理才使用。将军你为官将领这一军，愿将军不为众讨大众怒，此去即可得上马到功成。为亲听命，哎，故是你今来一面，前军相助，能将为高地，以为抗军民者力在不法。万岁，我等愿与将军同赴边关。好，明日清晨，兵杀关，正是军统们，请为将军
我
起我来了。子父，你如今做了皇儿，还记得当年我对你的询问吗？子父对公主为题放得攀登天庭，公主大恩没此不报。好，此情不与一丝相去。公主这套子父归不要你。弟父，他去必愿不归原主。哦，你是要逃完生之病的吧？为亲将我带来了。你送到哪里去了？我送给他的兵书，是我能逃完你。我如实将当年的气怒还给我。哎呀，公主府中气怒甚多，我只要哪一个啊？你为妻是封疆他人，还请你做什么呀？父母，你这个明知故问，你倒是万一不还，公主且要生气，我啊早就想把为妻还给你了。此次那本兵书，随着我的听信做了当啊，公主喏。岂不了公